家好，我们是 Yummy Man 杨米人。8月30号，去年8月30号正式发行，然后到9月7号发片场，然后到11月份的实体发行，然后筹备了大概4年了。这张专辑准备了4年，筹备了4年，算是从学生做到出社会这样开始工作。对，其实这张专辑也算是涵盖我们的青春，对，没错。然后就是把我们的青春都投入在这样我们少年家里面。这次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在台南收out，对，第一次演，然后就收out这样子，然后我们其实很担心说啊，那边会不会很挤，然后就是大家体验会不太好，所以我们这次在那边有特别准备了一个，就是我们自己专属的一个杨幂人小舞台，对，就是我们现在屁股下面做的这个，铿锵有力，对，然后就是我们在那一场的演出体验呢，就是因为这个舞台，然后跟大家的距离变得更靠近，然后就是演出的效果也非常好，气氛也非常好，然后就整个演出结束之后就非常感动。我想讲一个小故事，就是说那一次，好像是从只剩下1个礼拜，然后我们就赶紧call我们的好朋友博轩，然后就马上问他说，1个礼拜能不能做出这种东西？然后他就顿了一下，他说，我想一下，应该可以啦。你们要做怎样？然后就说，这样，然后做到后面，他说，不对，你们怎么越加越多啊？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再加？这样做不出来。我们的工作伙伴很常接收到消息的时候，大概只剩1个礼拜的时间。他说，为什么越加越多啊？这样子我到底要怎么做？只有最后做出来的成品真的非常完美，所以要谢谢博轩，谢谢博轩。这次有很多场都有粉丝很早就来排队，这是让我们很意外、很开心的事情。对，这次在演出的时候，其实可以听到台下很多人，大家都一起跟着我们唱。还有就是台南场的时候啊，其实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因为其实直接看得到台南场特别近，是直接可以看得到观众在第一排，我在看到直接搭起肩膀在那边摇海浪舞，我真的觉得那个热情有传回来，真的是觉得非常感动，非常开心。其实我觉得最荒谬的事情，我们好像都很手忙脚乱的，每一场表演，每场都荒谬。对，其实每一场遇到问题都蛮不一样，很难解决。对，就是在现场，其实我们的临场反应应该很考验我们的临场反应啊。不过我觉得这次最惊喜的就是我们虽然说我们整个巡回的筹备时间没有到很长，然后但还是有就是几个好朋友的乐团，然后愿意来相挺，包括紫渊，然后还有薄荷绿工厂。然后雪峰，还有就是克里夫，对，对，真的很感谢他们，然后愿意与我们一起跑这次的巡回。其实我们这次都是在西部，对不对？其实我们有在想说，是不是要去下一次可以去东部、去外岛这样子。去马来西亚、去日本。其实我还蛮想要出国的，出国巡演的，对，会想要去不同的国家看看。然后，但我觉得这次最大的感受就是说，因为我们没有想到说我们的巡回这次会办得就出乎意料成功。然后很多场馆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塞得很满。然后我觉得我们接下来目标可以往更大的地方去发展。就是做更大的挑战，让大家可以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可以一起跳。对啊！我们希望下一次的表演的时候，可以有更多人一起参与，然后更多人一起共鸣，这样子。对，我们可以一起相约在更大的舞台相见哦。所以如果喜欢我们《无梦少年家》这张专辑，欢迎推荐给你的亲朋好友，让大家可以入坑我们杨米人。没错，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爱你们，耶。